位朋友，大家好，歡迎翻嚟 EY 學堂，我係姚松炎。南丫海難嘅死因研訊裁決書咧，就終於都上載。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從災難預防嘅研究角度分析一下南丫海難成因同嘉利大火嘅成因高度相似噶。今日題目災難預防之南丫海難成因與嘉利大火相同啦，深研海難死因研訊報告噶。我哋先回顧一下咧，我喺2008年話咗10幾年前啦，6月13號咧，咁如果大家網友以前有跟開我 ECYY blog 咧，可能都有睇過。咁我有一個叫 Building Disaster Series 嘅即係建築物災難系列啦，咁其中咧有討論關於嘉利大火嘅成因噶。咁呢本咧其實就係喺嘉利大火之後港督就委任胡國興大法官咧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研究嘉利大火成因。咁呢個中期報告1997年咧就有最終報告噶。咁比較少人注意啦，大部分而家喺網上揾到嘅資料咧，講嘉利大火嘅成因咧，裏邊都欠缺咗一個好重要嘅關鍵就係過度設計。咁根據胡法官喺最終報告嘅1997年8月26號大家都應該可以喺圖書館揾得到嘅。咁裏邊嘅報告咧，我當時就喺我個 blog 裏邊咧，我就提到裏邊有一個好關鍵導致好多逃生遇到困難走唔到嘅其中一個主因咧，係因為過度提供 over provide 或者 over provision。咁呢段就係當時喺個 blog 裏邊嘅內容咁我將佢簡單翻譯，解釋點解喺嘉利大火會因為過度提供、過度設計，反而造成災難風險。呢一種濫用過度設計，反而唔違法，倒翻轉頭係令到建築物更加危險。而喺南丫海難咧，又再次出現同樣嘅成因。咁我解釋下我喺2008年嗰個 blog 裏邊所講嗰討論嘅內容1996年噶啦，其實咧就30年前嘉利大廈嘅5級火警咁係導致41死80傷啦，咁都係香港其中一宗最嚴重嘅火災啦。咁胡國興大法官喺嘉利大廈火災獨立調查報告嘅內容裏邊咧，點出咗一個聽落近乎荒謬嘅事實噶，就係嘉利大廈咧喺設計嘅時候咧係提供咗3條逃生嘅樓梯嘅，但係咧根據建築物條例咧，只係要求最少提供2條逃生樓梯嘅啫，咁即係提供多過最低要求啦。咁所以第3條走火樓梯咧，喺法例嘅角度嚟到講咧，係屬於過度提供嘅。咁就係我所稱之為叫做 over design 過度設計。咁大家會話喂，咪好咯，係咪啊？多啲逃生嘅樓梯應該係好事啊。問題就係當其中有一條走火樓梯嘅出口閘長期咧係俾地下商鋪咧佔用同埋咧上咗鎖，咁你話喂，每年都有消防巡查噶嘛？你點可以將走火樓梯鎖咗去噶？第二，事實上根據胡法官嘅報告裏邊就係指出咧，其實消防處係喺日常巡查之中咧，早就已經發現有走火通道係被上鎖嘅問題，亦都咧係同屋宇署咧多次有交換到備忘錄，明確認為咧係屬於危險狀態嘅。
喂，但係一直都冇辦法執法喎。個原因就好簡單啦，但係亦都好殘酷啊！就係話，即使有一條走火樓梯係被上鎖，但係整棟大廈仍然係有兩條符合法例最低要求嘅逃生出口嘛。咁所以整棟大廈嚟到講係並冇違法喎。嗱，結果就係呢一種過度設計、過度提供嘅第三條走火樓梯咧，喺實際上被濫用啦。啊，俾人當咗做儲物啊、貨倉啊，甚至乎咧上鎖嘅。但係又仍然符合法例嘅最低要求喎。監管部門咧又冇權介入喎。最終咧喺火災發生嘅時候咧，就成為死亡陷阱嘅一部分啦。咁呢件事咧，其實我喺課堂嘅期間咧，就已經多次同學生強調啦，亦都咧喺2008年就喺我嘅網誌咧強調咧，過度設計或者呢種過度提供嘅個案啊，因為咧好多學生可能會直覺覺得就係話，喂，如果個客肯俾錢，咁我哋做設計嘅俾好啲嘅設計，或者提供多個高過法例最低要求嘅安全標準，唔係一件好事咩？提供高過法定要求嘅安全標準，唔係更加安全咩？但係呢個案例就證明，結果可以適得其反噶，可以變成死亡陷阱噶。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案例咧，去學習去研究有關咧預防災難噶。所以當時就已經提出就係話咧，好多時安全法規所定嘅係一個最低標準，唔一定代表安全噶。咁你話我高過你嗰個法例嘅最低標準，係咪就安全啲啊？原來咧有可能會導致被濫用而不能執法，所以唔一定代表安全啲，反而可能會更加危險。即使明知道有危險，但係因為冇違規冇違法，所以執法部門認為唔屬於佢哋嘅權力管轄範圍，所以即使用家明知道咁樣俾人上鎖係會有危險，但係無論你點樣投訴，都得唔到任何嘅救助嘅。咁呢件事咧，其實就係深刻嘅教訓啦。所以喺工程界咧，喺建築界咧，其實就已經經過嘉利大火之後咧，我哋就已經不斷向業界、向學生咧，透過個案分析，希望大家明白咧，就係話，如果你真係想提供高過法例嘅最低要求嘅安全標準嘅話咧，就一定要有監管部門同埋咧恆常嘅管理部門咧，要配合去確保咧嗰個高於法定標準嘅安全設計咧係得到維護嘅，就並唔係咧話我總之設計嘅時候咧，安全設施越多就會風險越低，就唔係一定啦。好啦，咁點解我話今次南丫海難嘅成因又同嘉利大火嘅成因高度相似咧？咁上次1996年嘅報告咧，又係啲幾百頁嘅報告啦嚇，睇咗成個禮拜。咁今次嘅南丫海難死因研訊裁決係166頁。咁大家咧可以喺香港法院網站啦，就 CCDI 1075-1113/2012啊 ，bracket 2026 HKCRC 1，咁裏邊咧就可以揾到呢個死因研訊嘅裁決報告啦。咁今集可能比較長，深入咁樣去探討有關死因研訊對南丫海難嘅死因嘅睇法啦，咁所以咧個內容比較長嘅，咁我亦都引述去嘅段落嘅，
咁大家咧有興趣咧，可以直接咧跟翻嗰個段落咧去對照睇翻嗰個報告嘅原文啦。因為我唔想太長咧，所以就唔可以全部都引述啦。咁我就揀選幾十段係比較重要嘅內容咧，同大家分析嘅。咁但係當然啦，就要先有個 caveat 啦，就係話咧，我引述死因研訊嘅裁決報告嘅內容嘅啫。咁裏邊咧，其實係反映緊個裁判官嘅睇法嘅，就唔係我嘅睇法啦。咁我最後咧就有少少我嘅睇法同大家討論啦。咁但係咧，引述內容嘅時候咧，大家就要記住咧，係引述緊個裁決書啊，個法官嘅睇法，就唔係我嘅睇法嚟㗎。好啦，咁呢個2026年1月21號咧，法庭線咧就對呢個裁決有好詳盡嘅報導嘅。咁因為我本身就唔係法律專業啊，咁所以咧我嘅討論咧就主要係從預防災難嘅研究角度嘅。咁所以咧，如果係想有法律方面嘅探討咧，咁啊建議大家可以去翻法庭線1月21號嘅網站咧，可以有更加專業嘅討論啦。咁個背景咧就係話2012年噶啦，13年前噶啦，咁就喺10月1號啦，一場咧造成39人死亡嘅，我哋稱之為南丫海難。咁而家事隔13年咧，就終於叫做爭取到喺2025年5月咧就召開死因研訊。咁去到2025年9月中咧就完成晒所有嘅結案陳詞嘅。咁而個裁決嘅日子咧就一再押後，就終於咧去到2026年1月21號咧就宣讀裁決啦。咁就係我頭先講呢個 CCDI 1075至1113/2012嘅報告啦。嗱，咁當然個報告好長啦，166頁啦。咁今集咧，我哋因為想講嗰個過度設計嘅導致南丫海難嘅成因啊嘛，咁所以咧我哋就集中咧係講其中一個最具爭議嘅論點啊，就係究竟南丫4號呢隻船佢冇安裝到喺一個艙嘅艙壁上高嘅水密門啊，係咪導致南丫海難死因嘅主要原因之一咧？咁樣咁法庭線就好好啊，咁佢就做咗呢一個示意圖啦，咁大家容易理解好多啊，咁即係呢個要讚賞下法庭線為我哋提供嘅內容，因為判決書就冇圖嘅。咁佢裏邊就係話南丫4號嘅船艙咧，其中一個具爭議嘅咧就係呢一個艙嘅呢一個艙壁有好多文件啊，包括圖紙咧都標示係 watertight 嘅，就係水密。咁但係咧實際起出嚟嗰隻船咧就變成一個 open access， 就冇水密嘅。咁呢個就係嗰個最具爭議嘅地方啦。咁但係嗱，先講咗個結果先啦嚇，因為後邊嘅分析好長嘅。咁如果大家冇興趣咧，可能聽咗個裁決先啦嚇。咁就係話咧，死因裁判官咧去裁定咧，就係話南丫4號咧喺呢一個艙壁咧係冇安裝到水密門咧，係屬於船廠刻意嘅設計決定。咁即使部分嘅圖則係有標示話呢個艙壁應該係有水密門，但係咧裁判官就接受咧呢個係繪圖員出錯。至於海事處都冇察覺到圖則同實際嗰隻船嘅矛盾咧，裁判官就認為係反映咧系統存在缺陷。咁呢個就同家屬方咧嘅睇法就唔一致啦。家屬方就批評海事處咧為南丫4號做年檢嘅時候咧都冇帶圖則，
導致咧17年之間咧都錯過咗最少8次發現問題嘅機會啦。咁但係裁判官又唔認同啊嚇，所以咧以下咧其實就係深入咁樣去研讀呢一個裁決，究竟根據啲乜嘢嘅理據，個法官會認為係一個冇水密門咧係一個設計嘅決定嚟嘅。咁標示有水密門咧，只不過係繪圖員嘅錯。咁呢件事又同個死因有咩關係？點解我又會話係一個過度設計所造成咧？咁樣，咁呢個就係話南丫海難咧。如果我而家睇完成份報告之後，成份裁決書之後咧，我得出個結論就係話咧，其實係額外安全呢一種過度設計，回到僅僅合法嘅呢種設計中間所產生嘅變化所造成嘅一個致命結果噶。好啦，咁啲次序前後唔同嗰個裁決書唔一致嘅，因為咧我要將個故事個序列咧，大家要先有一個咁樣嘅概念咧，就容易理解到。首先第一咧，第248段裏邊就講咧，其實成隻船啊，佢就唔係憑空想設計出嚟嘅，佢係根據東區1號咧作為設計藍本，就設計南丫4號出嚟嘅。嗱，但係個矛盾就喺呢度啦，就係話咧東區1號咧 Eastern District No.1 咧呢一隻船咧，佢係兩艙進水不沉嘅設計嚟嘅。但係咧南丫4號嘅設計咧係 less stringent， 就係冇東區1號嘅要求咁高嘅，佢只需要一艙進水不沉就符合當時嘅最低法例要求噶啦。嗱，咁但係你又用咗一隻高標準嘅船作為設計藍本，去設計一隻咧，最終其實個法例係冇咁高要求嘅船。咁呢個就係個起初點解會導致明明啲圖紙啊文件係有水密門，後來會變咗冇水密門，但係都收貨咧咁樣。咁呢個咧就係關鍵啊！喺248段咧，大家就睇到個原因就係因為嗰個設計船隻嘅公司咧，係用一隻較高要求嘅船作為設計藍本。咁所以咧，其實咧喺早期嘅文件啊，包括咧係入標嘅標書啊、規格書啊、部分嘅圖紙啊、電郵啊，裏邊咧都係標示咧嗰個艙壁係有水密門嘅。嗱，咁所以你見到啊，裏邊包括圖則又係標示係 WT 啦，標書又係標示係水密嘅艙壁啦，傳真亦都係標示水密門啦等等。嗱，咁咧就法庭線咧更加係提供相關嘅圖紙，都見到咧裏邊係寫住個設計咧係水密門嘅。所以喺死因研訊裏邊咧，其實好多專家都質疑啦，圖則一般係由多名嘅繪圖員負責嘅，繪圖公司亦都會比對唔同嘅圖則嘅，難以相信咧好多個人會同時出錯嘅。但係咧，裁判官就認為咧，去接納裁理嘅證供，就相信咧南丫4號設計嘅原意係冇水密門嘅。相信咧係圖則標示出錯啫，咁點解會得出呢個結論咧？咁以下就係個詳細嘅討論啦。好啦，咁我哋可以由第212段開始啊，就係話咧，其實1994年底到1995年初，當時所編製嘅 The Preliminary Trim and Stability Booklet 啊，咁我簡稱叫 PDSB 啦，就係咧。即使冇喺呢個船艙設置水密門咧，嗰隻船都仍然符合一艙進水不沉嘅標準嘅。嗱，呢個就解釋咗點解明明啊嗰啲標書啊、嗰啲規格書啊、圖紙啊都標示係水密噶嘛，
點解最終隻船會變咗冇水密，但係所有 party 都收貨咧？咁就係話，其實當時嘅規例咧，係只係需要一艙進水不沉。咁呢隻船咧，係即使喺呢一個艙冇設水密門咧，嗰隻船都仍然符合一艙進水不沉嘅標準。譬如一個專家證人 Armstrong 就指出啦，佢就話去到1998年啊，做加建啦，當時就加裝咗壓載物啦，就係呢個 ballast。咁喺加裝壓載物之前，即係1998年之前咧，嗰隻船嘅可容許進水長度咧係並未被超出嘅，所以咪就係以第212段所講，所以係1998年之前咧，喺未加建嗰個 ballast 之前咧，咁嗰隻船咧係符合當時嘅法定最低標準，一艙不沉嘅，即使嗰個艙壁冇水密門都好。所以即使冇水密門咧，喺嗰個艙壁咧都唔會違反當時嘅可進水長度或者損傷穩性 damage stability 嘅規定嘅。但係咧嗰個討論啊，去到217段咧，就係我認為係個關鍵啦。多位專家證人都提出，其實係個設計高過法定標準啫嘛，法定係最低標準噶嘛，咁設計可以高過嗰個法定標準噶。呢個就係啊，同嘉利大火嗰個情況一樣，就係話，喂，設計係可以設計高過法定標準噶嘛。咁所以譬如話 Ramlinson 表示嗱，呢個係引述噶嚇，就係話完全冇理由話嗰個設計唔可以超過最低嘅一艙進水不沉嘅標準㗎，係嘛？即係你係可以設計高過法定最低要求㗎嘛。並且形容咧就係話，如果有人係刻意咁樣將原本一個更安全嘅設計嚇高過法定最低標準嘅設計咧，原本係有水密嘅艙壁咧，因為個法例冇咁高安全標準，所以要改翻做非水密。佢話係一件好奇怪嘅事。咁而咧另一位專家證人Robert Watt 亦都表示咧，就係話從未見過咧有船舶係被刻意降級，英文叫 deliberately downgraded， 即係由咧額外安全咧改為僅符合規定。英文原句咁講啊嚇 ，from being extra safe to being just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佢話從未見過㗎嚇，邊度有人會將一個好啲嘅、安全啲嘅、有額外安全嘅設計改為話，哎呀太安全啦，唔好咁安全啦，僅符合規定咪得咯咁樣。佢認為啊，咁樣做係毫無安全意義嘅。但係咧，法官就認為咧，無論係專家啊、死者家屬啊、海事處啊，都未能夠指出啊，喺當時1994至1995年間咧，係有任何嘅法規或者技術要求係規定啊，一艘按一艙進水不沉標準設計嘅船舶咧，係必須保留超出該標準嘅水密分隔設計。咁佢又即係翻轉頭去講。兩位專家證人就係話，喂，咁你個設計原本嗰個設計啊，係高安全規格嘅，即係話，喂，個法例嘅最低要求係一艙進水不沉啫，咁個設計係兩艙進水不沉做基礎噶嘛，咁多一道水密門咪安全啲咯，提供一個額外安全啫嘛。但係裁判官就倒翻轉頭就係話，喂，咁你能唔能夠解釋啊？講到有乜嘢規定係要設計高過嗰個法例最低標準啫，所以裁判官就唔認同啊呢一種話刻意降級係不合理嘅呢一種講法啦嚇。咁所以呢個第218段咧就係裁判官認為咧，雖然喺嗰個艙壁設置水密門咧，喺兩艙進水嘅情況底下係會提高安全性嘅。嗱，呢一句好緊要啊，即係話其實個裁判官係認同嘅喎。係安全咗嘅，即係話如果喺嗰個艙壁設置水密門咧，咁喺兩艙都進水嘅情況底下咧，
係可以提高到安全性喎。嗱，呢個係裁判官喺第218段確認喎。佢話，但係單憑呢一點咧，係並唔足以構成任何嘅法規要求，因為南丫4號係按一艙進水不沉嘅標準設計啊嘛。而喺相關嘅時間裏邊咧，係冇任何嘅規則啊、指引啊或者既定嘅做法，話要求要提供超出呢個最低標準嘅額外安全措施嘛。嗱，所以其實個爭拗點你就睇到，其實就係話啊，原本嘅設計咧係高過法例嘅最低標準，係嘛？咁咪就係一般嘅常識就會話咁咪好啲咯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因為佢超出咗法例嘅最低安全標準咧，咁就算俾人移除咗咧，佢都仍然合規喎。咁而家裁判官就將佢倒翻轉頭講，就話喂，咁你有乜嘢嘅規定會要設計一個高過最低標準啫？嗱，咁所以呢個係同咧嘉利大火咧好似嘅，就係話當你有一個高於最低安全標準，咁原本以為咪好咗啦，係嘛？裁判官都認為係會提高咗安全性咯，但係個問題就係當佢俾人移除咗，但係都仍然合法，所以裁判官反而咧就認為咧，其實咧係有兩個假設，就係話第一就係提供超出法定標準保護安全嘅設施咧，都應該保留。第二咧就係話移除呢一啲額外嘅安全設施咧，本身係不安全。咁佢認為呢兩個咧都係假設嚟嘅，而呢兩個假設咧都冇得到任何喺94、95年之間嘅有效法規標準或者造船實務嘅支持。咁所以即係簡單講就即係話，喂，咁你提供一個高過法例嘅最低標準，咁而家俾人移除咗，咁佢都仲合法啊嘛？喺當時嚟講。咁所以你睇到佢似乎個爭拗咧就去咗係咪符合當時嘅法規，就唔係講緊死因。咁而喺225段咧就係裁判官就總結啦，就話一艘船舶咧只有在未能符合適用法規所定明嘅生存性標準嘅時候咧，才可被視為較不安全。咁所以佢就將佢收到好窄嘅，就係話你要話去較不安全咧，你係要證明佢係違反當時嘅法例嘅。如果唔係咧，嗰啲額外嘅安全咧，即使移除咗咧，都不會被視為較不安全啦。咁樣，所以佢就南丫4號而言咧，佢就話咧，該標準為一艙進水不沉咧，但係專家證供確認啊，南丫4號喺建成嘅時候咧，係確實符合嗰個標準嘅。所以若果要主張話嗰隻船仍然係較不安全咧，係只能夠咧透過事後，即係喺2012年撞船事故，以及咧一個南丫4號從未被要求承受嘅極端兩艙進水嘅情況咧，去回頭評價1994年嘅設計。佢話呢個做法咧係事後孔明，就係 hindsight 嘅錯誤推論啊！咁呢個係裁判官嘅講法啦嚇。好啦，咁你話喂，咁海事處點解又會收貨咧？咁樣嚇，咁就係喺234段裏面就係提到咧，話當海事處一方嘅律師詢問佢哋嘅技術用語咧，叫0.1L 規則啦，佢就問海事處就係話設計師係咪可以移除嗰個水密門？咁啊，York 先生就承認咧，就係話咧，佢話只要喺後續嘅穩性評估支持嘅情況底下，移除水密門係可以嘅。所以呢個都係前後呼應啊！即係話喂，咁其實個法例嘅最低要求係一艙進水不沉咁。如果移除咗個水密門咧，計數之後佢都係符合嗰個穩定性評估咧，咁先係合法啦咁樣。咁而咧去到235段咧，就係海事處嘅助理處長咧，亦都確認啊，佢話只要南丫4號係符合呢個叫 damage stability requirement 啦嚇，損傷穩性要求咧，咁嗰個艙壁係咪設有水密門咧，就並不構成實質差異。所以講嚟講去就係話當時嘅最低安全要求符合。
咁所以俾人移除咗嗰個水密門咧，都收貨啦咁樣。咁而時任同一個職位嘅另一個官員都表示認同啦，就指出就係話喺只要符合所需要嘅進水標準嘅前提底下咧，係咪安裝到水密門係屬於設計上高嘅酌情決定啦，咁樣。咁啊，差唔多有結論啦，係嘛？咁啊，差唔多去到237段咧，就裁判官就話啦，所以我裁定咁樣，就係話喺嗰個倉壁冇設到水密門咧，係反映一個理性嘅設計決定。嗰個決定係根據當時對咧一倉進水不沉嘅標準同埋0.1L 規則嘅理解而作出嘅。咁呢個就係裁判官就聽咗咁多方嘅證供之後得出個結論啦，咁樣。我所睇到嘅前後矛盾係咁嘅，就係話呢個前後矛盾咧，主要係咩咧？就係話我前面所引述嘅各段咧，全部都係以1994-95年當時新造嗰隻南丫4號嗰陣時嘅法規嘅。嗱，但係如果你仲記得 Armstrong 嗰個內容，佢咪提到嘅，佢話喺1998年之前啊，即係未加建之前咧。咁佢就冇嗰個水密門咧，都符合一倉進水不沉。換句話嚟講，就即係去到1998年咧，就不符合噶啦。嗱，咁呢度試下再詳細啲講，98同05年發生咩事咧？就係即係船咧就升高咗嗰個壓載物，即係個 ballast 嘅。嗱，咁就由98年開始咧，其實嗰隻船就已經係不再符合一倉進水不沉嘅喎。咁所以嗰個矛盾喺邊咧？就係話，咁即係話加建之後咧，嗰隻船如果冇嗰個倉壁嘅水密門，加建之後咧，咁嗰隻船就不符合規定啦，得唔得？如果冇水密門，咁加建之後嗰個計算咧，就應該係不符合規定。喂，咁如果係咁，咁就喺海難發生嘅時候，咪就係冇水密門，但又加建咗所造成嘅違規加建咯。咁點解又會裁定係可以移除咧？咁呢度有少少複雜啦嚇，就係98同05年咧，要再好似入籍咁啦嚇，即係你加建咗啊嘛，加咗個 ballast 咧，就要再計數咧。咁嗰個 damage stability calculation 咧，嗰個損傷穩性計算咧就好粗疏啦，即係攞翻個舊嘅版本1996年嘅版本基礎咧去計嘅。咁所以咧，全部之前當有水密門嘅計算咧，就繼續錯落嘅，所以就係因此就沿用咗相同嘅錯誤嘅設計假設。咁其實呢件事咧，就喺 COI 調查委員會嘅時候咧，就將1996年嘅計算咧形容為一個錯誤嘅範本啊。咁所以你一路錯落去嘅98年、05年加建又加建咧，之後嘅計算全部都係複製呢一個錯誤，係冇人去 check 翻嗰個計算咧，錯誤地假設咧嗰個倉壁係有水密嘅。嗱，咁去到450段咧，就解釋啦。喂，咁其實就已經證明98之後嗰隻船加建咗之後違規噶啦，不符合最低安全標準噶啦嘛。個複雜嘅地方咧就係話唔係，因為有呢個0.1L 嘅規則咧，所以啊，即使喺98嘅時候發現嗰個倉壁冇水密都好啦。去解決嘅辦法咧，就並唔係加翻個水密，因為0.1L 嘅規定咧，就係你即使加翻個水密門咧，佢都只係當一倉，佢就唔可以咧擺入去計算嗰度咧，去達到嗰個新嘅標準啦。咁所以呢度第450段咧就係 Armstrong 就確認嘅，就係話南丫4號喺95年起建成嘅時候咧，確實係符合一倉進水不沉嘅標準嘅，但係喺98加裝咗呢個8.25噸嘅原製壓載物之後咧，情況就改變啦。咁嗰個壓載物就令到嗰個空船重量增加咗30%，額外嘅壓載物咧就增加咗船嘅排水量，就降低咗佢嘅剩餘浮力啊。
如果喺98或者05嘅損傷穩定性計算之中，正確咁應用0.1L 嘅規則，結果咧計算嘅結果就會顯示南丫4號咧已經不再符合咧一樁進水不沉嘅標準，因為咧嗰個邊際線咧 margin line 咧將會被水淹沒啦。去到452段咧，Armstrong 就再解釋，但即使係咁都好啦，都唔係加翻隻水密門就解決到嘅。喺嗰個艙壁安裝水密門咧，並不是一個合適嘅解決方案。Anthony York 亦都同意呢一點，就指出咧，由於呢個0.1L 嘅規則嘅要求喺計數嘅時候咧，必須要將呢個 steering gear compartment 同埋呢個 tank room 咧係視為同一個空間，因此咧，即使你要安裝翻嗰隻水密門咧，都冇辦法糾正到根本性嘅缺陷。嗱，咁呢個就係嗰個複雜嘅問題咧，就係98年加建咗之後係確認㗎啦，嗰隻船咧就不符合一艙進水不沉啦，咁即係違規㗎啦。但係咧，因為嗰個0.1L 嘅規則咧，就解決嘅辦法並唔係加翻嗰一個水密門。嗱，但係有趣嘅就係咧，喺第479段咧，佢又顯示咧。其實98同05之所以可以過關就係靠假設有水密門啊嘛，得唔得？譬如你睇翻，佢話喺2005年提高咗呢個 ballast 之後，批准去嘅穩性手冊，係見到佢係用翻之前嘅假設噶嘛，即係假設嗰個艙壁係有水密門噶嘛。咁呢個日期係2005年7月21號嘅，咁就由財理船廠根據咧當初提供嘅資料編製，裏邊就係寫得好清楚啦，就係假設緊全部都係6個艙都係水密噶嘛。喺呢個假設底下咧，計算結果顯示剩餘橫向穩性高度個 residual metacentric height 合格噶嘛，令人滿意噶嘛。個邊際線margin line 咧並未被水淹沒噶嘛，所以9805之所以計數過關，係因為佢沿用96年嗰個錯嘅假設，就係嗰個艙嘅艙壁係有水密嘅。嗱，咁最得意嘅就係所有人都唔知道有 0.1L 喎，就淨係得財理知嘅啫。你睇下，鄺先生都表示佢並唔知道有 0.1L 嘅規則喎。而喺咧 CO 喺個調查委員會嘅時候咧，亦都接納喎，佢哋合理咁樣咧係依賴計算嘅結果提供嘅資料喎，所以就變成咧就係話咧呢一段482段咧，裁判官咧就將佢睇成係一個不幸啦，就係話咧其實嗰個計數係一錯再錯嘅，就用之前嘅錯誤假設就取代咧實際確認，即係冇人去真係去做一次確認嘅，全部都係攞之前嗰啲假設，咁假設係錯咧就一路錯落。佢就話呢個係系統內部並冇有效嘅保障機制，去防止技術錯誤被一再重複嘅。咁由96年開始錯。98、05一路錯落去，喺所有嘅計算之中，都係同一個根本性嘅錯誤，就係將嗰兩個艙都誤當為兩個獨立嘅水密艙，反覆出現而未被察覺嘅，而且咧，所有嘅人員咧都唔知道有 0.1L 規則嘅，所以強制性嘅 0.1L 規則咧係從未被應用喎。整個批核嘅程序咧，係未能夠發揮作為有效把關機制嘅作用，去防止呢啲錯誤嘅。咁當然啦，裏邊都係講個 probability 嘅啫。你對於邊一方嘅證人嘅供詞咧，覺得較為可信？咁裏邊究竟有幾多成係真，有幾多成係假？而且時隔咁多年，有幾多係因為記憶嘅問題？所以唔準確，咁其實呢個都係見仁見智啦。咁而且咧，以上咧都係死因裁判嘅理解啊。嗱，咁以下咧，我就就住呢個裁決書咧，我提出嘅一啲
唔明白嘅地方嘅嚇。嗱，首先咧，其實咧裁決書一開宗明言啊嘛，喺第13段啦，好早咧就已經講出啊嘛。根據咧法例第27條咧講明啊，所謂死因研訊嘅目的係找出死因及與死因相關嘅環境，係嘛？The cause of death and the circumstances connected with the death 啊嘛。並非找出責任誰屬或者決定民事或刑事責任。Is not the function of an inquest to apportion blame or to determine civil or criminal liability。咁所以其實好清楚噶嘛，講明死因研訊咧，唔係想揾出責任誰屬或者去決定民事或者刑事嘅責任噶嘛，同責任係完全冇關嘅。根據27條嘅規定咧嘅唯一目的啫嘛，死因研訊就係要揾出死因同埋死因相關嘅環境嘛。既然係咁啦，即係唔應該理責任啊嘛，唔好去深究邊個人做錯啊嘛。所以啊，嗰個死因研訊咧，其實只係需要確定一個命題啊嘛，就係該水密門啊，係咪同多人喺該宗海難中死亡有關就可以啦，就符合咗27條嘅規定啦嘛，就係揾出死因同死因相關嘅環境啫嘛。咁所以如果而家喺 COI 都已經有多個證人、專家證人確認咧，就係該艙嘅水密門被移除咧，係其中一個導致船隻快速沉沒，所以導致咧多人罹難嘅主因之一啊嘛。咁所以其實係就住呢一個命題去確立證據，證明移除水密門同死因有關就得㗎啦。至於嗰隻移除水密門係咪符合法規啊？移除水密門係咪設計原意啊？移除水密門係咪為咗符合0.1L 規則啊？都唔重要㗎，因為後邊嗰幾個問題係講緊責任誰屬嘅問題啫嘛，係嘛？至於話嗰隻水密門咧，就算被移除都符合當時嘅法例最低標準，就算係啦，就算當呢個理解係正確啦，咁又點啫？咁都同有水密門係令到隻船安全咗嘅呢一個事實係冇關係噶嘛。所以我哋係揾緊死因啊嘛。點解要去揾移除水密門之後係咪仍然符合當時嘅規例啫？嗰個咪就係揾緊責任咯，係嘛？咁所以唔符合27條嘅規定啊！呢個係我唔明白嘅，點解死因研訊要去找出移除水密門係咪符合當時嘅法規，同埋係咪理性嘅設計原意啫？係嘛？因為合法定係唔合法，咁係講緊責任嘅問題啊嘛。佢同死因係冇關㗎，即係我哋唔使講話啊，要符合法規就係同死因冇關，唔係㗎嘛，係嘛？即係話兩件事嚟㗎嘛，一個設計符合當時嘅法例最低標準。但係裏邊嘅一個設計咧，仍然係可以導致某一次海難嘅主要死因之一噶嘛。所以其實我哋應該係根據27條嘅規定咧，我哋係應該要唔好去揾邊個人做錯嘢，或者邊個部門有責任。我哋應該集中係問啊，移除嗰個水密門係咪南丫海難嘅死因之一，就唔使理嗰隻水密門究竟係故意定話係冇心咁樣移除，邊個部門做錯嘢，所以移除咗都收貨，加裝嘅時候又冇檢測到違規，以至後來咁多年嘅巡查都冇發現。喂，嗰啲都係講緊責任誰屬嘅問題啊嘛，咁嗰啲唔喺死因研訊嘅目的裏邊噶。所以我覺得其實基本上由 COI 到今次嘅死因研訊都確立咗，就係移除該水密門咧，係導致南丫海難嘅主要死因嘅主要原因之一。咁呢個喺裁判報告裏邊，其實多個段落都有相關確認嘅，只不過個裁判官就倒翻轉頭噏啊，有咩證據證明佢唔合法？
當時要提供一個高於最低法例標準嘅設計啫。嗰啲其實你係講緊責任誰屬嘅問題嘛。而家我哋死因研訊第27條嘅規定，只係問死因研訊係問移除該水密門同導致海難死因有冇關㗎嘛。所以嗱，如果我合併一齊啊，即係用 COI 裏邊嘅一啲證據咧，其實就已經足夠確立咗咧，就係話該水密門係同海難死因有直接關係噶。咁呢個我引述法庭線嘅報導啊，佢就係話咧，去翻查 COI 嘅報告啊，喺探討南丫4號點解會急速沉沒嘅時候咧，報告提及到專家係指兩船相撞之後，由於南丫4號咧係缺少一道水密門，令到3艙入水，所以喺118秒咁短嘅時間之內就迅速下沉。報告引述專家 Armstrong 嘅計算咧，係指啊，如果尾半隔艙壁設有水密門，船嘅甲板咧係不會沉沒嘅。咁呢個咪證明咗移除水密門同海難死因有關咯。所以死因庭今次咧都係研聘各方嘅專家，佢哋都同意 Armstrong 嘅估算。當中咧，家屬方嘅專家 Martin Randerson 咧估計咧，如果半隔艙壁有水密門咧，南丫4號即使下沉咧，亦會有超過1小時嘅緩衝，有足夠嘅時間咧去作出救援嘅。咁呢個就更加咧具體咁樣指出啊，移除水密門咧係直接同海難嘅死因有關。咁既然都同死因有關啦，咁即使係佢係過度設計又好嚇，移除咗都仍然符合當時嘅法規最低標準又好，都唔能夠否定啊，移除水密門就係海難嘅死因呢一個命題嘅相關性啊。就直至到如果你再有民事或者刑事嘅追究責任嘅時候咧，咁你問責任誰屬咧？咁嗰陣時先至需要考慮究竟係邊一方取消嗰個水密門，係咪符合當時嘅法例最低標準？咁嗰個就留翻之後，如果有人要提出民事或者刑事嘅責任追究先至傾咯，係嘛？所以針對水密門嘅問題，呢個我繼續引述咧，就係話死因裁判官指出，死因庭並冇偏離到 COI 嘅結論嘅，即係其實基本上佢認同 COI 嘅結論嘅，佢只不過話咧喺死因研訊咧，佢哋從另一個角度去切入，探討嘅範圍就唔係僅限於船隻點解會迅速下沉，而係更加全面咁去了解嗰隻船隻嘅設計原意、適用法規，以至到點解冇裝水密門。嗱，咁呢個冇問題啊，你咪問多啲咯，知多啲冇問題啊。但係你作為死因研訊咧，係必須要確立啊，移除水密門究竟係咪造成海難死因嘅主要原因之一啊嘛。咁至於佢係咪設計原意，係咪符合當時嘅法規，係可以知道，係可以去問，但係佢唔可以作為推翻移除水密門係死因之一呢一個命題嘛。嗱，其實咧個報道係話，其實個裁判官係同意喎，係冇裝水密門係令到南丫4號急速沉沒嘅原因之一嘅。只不過咧，嗱後邊其實全部喺度拗緊嘅係話責任誰屬啫嘛，就係話呢個即使係有關，但係呢個並非設計出錯，亦冇違反任何規則，所以變咗成個判詞咧就不斷多番強調，就話南丫4號其實係按照當時法規最低標準一艙入水不沉嘅標準去建造嘅，所以即使係移除咗嗰個水密門咧，都符合法例要求。當時亦都冇規例要求咧要設置
額外嘅安全措施，故此家屬方批評冇水密門令到南丫4號較不安全咧，係基於錯誤嘅前設。嗱，咁呢一句就真係難以理解，真係唔明白呢個邏輯。即係話你原本設計第一次嗰個 tender specification 啊、drawings 啊，全部都寫明係水密嘅。咁買方係根據你有水密嘅設計圖則規格書咁樣去落單俾錢買貨啊嘛。喂，然之後你去做嘅時候咧，你就話，有個0.1L 規則喎，我哋唔使俾個咁高嘅標準，我哋就將佢移除個水密門，令佢咧係僅符合當時嘅最低標準，但係冇得到個買方嘅批准嘅喎。所以個問題就係佢冇違反法例。但係原本買方係想買一個高於安全標準、高於當時法例嘅最低標準嘅安全船隻㗎嘛，但係你最尾交嗰隻咧係一隻僅符合當時最低標準嘅船隻啊嘛，咁呢啲全部都係屬於責任誰屬嘅問題啦，同死因研訊應該冇關嘅喎。咁喺判詞裏邊咧就強調，即使南丫4號因為冇裝水密門而加速下沉咧，嗱，裁判官就話最根本嘅問題係一隻只能夠承受一艙進水不沉嘅船咧，喺事故之中咧係被撞穿咗2艙，所以冇水密門咧，只係喺呢一種已經超出咗設計要求同埋法規嘅極端情況先至變得關鍵，所以呢個正正就係嗰隻船其實就係買方就係買一隻高於法例最低要求嘅船啊嘛，法例只係要求一艙進水不沉喎，買方係聰明啦，就係買一隻要2艙進水不沉噶嘛，咁如果人哋買方出嘅錢跟你嘅圖紙同規格書係2艙進水不沉噶嘛。咁你如果肯交翻一隻2艙進水不沉嘅船俾人哋咁今次海難貿不至於會出現咁嚴重嘅死傷咯。點解話個根本問題係話隻船只能承受一艙進水不沉啫？呢個係法例嘅最低要求啫嘛。買方係可以買一隻高過法例最低要求嘅船噶嘛，就等於起嘉利大廈嘅時候，個建築師同嗰個客戶傾。係話要起一棟3條走火樓梯嘅大廈啊嘛，咁係高過法例最低要求啊。點解裁判官會認為最根本嘅問題就係話隻船咧只能承受一艙進水不沉？呢個唔係只能承受呢個係法例嘅最低要求。但係買方係可以買一隻高於法例最低要求嘅船噶嘛，所以呢個我就係睇唔明啦。咁當然啦，仍然疑點重重咁就時間太長啦，唔詳細講啦。但係呢度起碼總結，我覺得有3點係仲未解開謎團啦。除咗以上講嗰啲我睇唔明之外，第一就係話，喂，我買方係買一隻高於法例最低要求嘅船，咁你投標商你係當時入標之所以中標咧，係因為你提供一隻咧高標準，高於法例最低要求嘅標準嘅船，所以中標噶嘛。嗰啲價格規格圖紙全部都係根據一個高標準去中標噶嘛。咁買方香港電燈咧係俾一個高啲嘅價錢去買一隻高過法例最低要求嘅船噶嘛。咁你喺未經人哋買方批准嘅情況底下，改用一隻低標準但係仍然合法嘅，僅合乎當時嘅最低要求，咁樣嚟交貨喎。咁所以可能你話，喂，咁都合法啦，咁但係你合法啫，但係喂，你有冇減價咧？或者個客真心係想買一隻安全過法例最低標準嘅船啊嘛？點解可以未經同意底下交一隻差過當時你中標嘅規格嘅船啫？呢個係仍然唔明白嘅。第二個疑點咧就係話，其實1998年起，因為加建個 ballast，嗰隻船就已經因為少咗嗰度水密門而不符合規定㗎啦嘛，
雖然嗰啲專家講好複雜啊，又話個解救方法咧就唔係話加翻個水密門啊咁樣。喂，你而家個事實擺喺眼前就係一直你9805加建之後再入職再審批，之所以批你加嗰個 ballast，係因為佢哋假設你有水密門啊嘛，即係話有水密門令到個計算咧係符合嘅，即使加咗嗰個 ballast。咁所以啊，即係話其實你移除水密門係導致嗰隻船喺98年之後係完全違法㗎咯。咁所以呢個係實證證明南丫海難嘅死因係同你用一隻違規嘅船隻有關咯。因為犯法就係犯法啊嘛，呢隻船係實證咗係犯法噶嘛。第三個疑點就更加奇怪，咁多年咁多個 party， 無論係執法方啊、設計方啊、廠方啊、客方啊，全部人都唔知道有 0.1L 規定嘅。加建又加建，入職又入職，再計數又計數，全部人咧都唔知道原來有 0.1L 規定喎，就咁奇怪，就淨係得財利咧個設計咧，佢最初都唔知道喎，中咗標啦，然之後就突然間知道啦，突然間知道咧就移除咗去嗰隻水密門喎，個目的就話要符合個 0.1L 嘅規定，但係其實連海事處都唔知喎，海事處計數咧都係冇考慮到 0.1L 嘅規定。究竟發生咩事咧？點解喺呢個時空裏邊，所有嘅人，包括執法部門，都唔知道有 0.1L 嘅規定嘅？個結論咧，其實今集咧就係想講，即係無論好似嘉里大火啊，你話加多一條樓梯，或者好似南丫海難一隻船移除咗一道水密門，大家都睇到咧，就係話咧，即使你個設計係 over design 係高過當時嘅法例標準，但係如果你冇管理方同埋執法方嘅配合，咁呢一種所謂嘅額外安全咧，就變成係一種制度嘅漏洞。即係你睇裁判官嗰個睇法，佢係倒翻轉頭，乜嘢法規要設計方提供額外安全，咁梗係冇啦。但係買方俾錢係買一隻高於當時嘅最低要求啊嘛。就唔係法例規定，因為法例係規定個最低要求啊嘛，所以你倒翻轉嘅規例要求高過最低要求，喂，咁呢個其實唔係法例要求啊嘛，係個客戶用投標去俾錢買高過法例最低要求，咁呢個其實賣方係有合約責任啊，要提供一隻買方要嘅船啊嘛。咁所以如果你話喺個制度裏邊咧冇相應嘅監管制度嘅話咧，其實咧 over design 咧過度設計咧喺2次災難裏邊都睇到咧係被人咧無情咁濫用啊，中意移除就移除，中意上鎖就上鎖。咁你執法部門咧無論知定唔知都好啦，有心又冇意都好啦，就係咧完全眯埋眼嘅。咁咧計數嗰啲咧又係咧錯完又錯啊，亦都唔會有人翻睇實際嘅情況嘅。咁所以呢一種啊原本好心諗住話提供一個額外嘅安全嘅設計咧，隨時係喺一種合法嘅名義底下咧，嚴重被濫用、被忽視，甚至咧被移除咧，而唔構成任何違法，最終咧釀成災難㗎。好，今日嘅討論到呢度，拜拜。